来关心北检侦办瓜文的政治献金案，昨昏是头届约谈民众党副秘书长柯虎，也佮立法院党团办公室主任陈志涵，也佮有发言人吴怡轩，也佮台北市议员黄正英这些人叫去问话，问煞因拢互请回。党内金流是什么问题？让他们厘清他们不懂的问题。简单讲一句，就无过加做回应。民众党的副秘书长柯虎出现伫台北地检署，互以证人的身份约谈。伊的牵手对伫后壁，民众党的立法院党团办公室主任陈志涵也互检方传唤。往后退，谢谢，谢谢。是不一样的东西，我们发现他们搞不清楚，所以来帮他们厘清。面对媒体问题，陈志涵直接点破，互约谈的目的，就是北检侦办的民众党主席瓜文的政治献金案，再撮互团员来作证的，个民众党的台北市议员黄正英，甲党的发言人吴怡轩。我有跟检察官说，希望我的侦讯内容不要出现在下一期的《镜周刊》的报道里面。拿党内成员专案的两位被告，木科公司的员工何爱婷甲李婉轩，即届又以证人的身份约谈。北检继续调查白赢的各项金流，甲有可疑的所在，厘清相关的决策甲动用支出的过程。经过北检核实了后，互团员作证的6个人核实了后拢请回。如今羁押期限将至，在侦查的尾声之际，对本党的发言体系还有党公职人员大规模的约谈，其动机令人费解。约谈了本党发言体系，想制造寒蝉效应，让人晋升吗？民众党发声明回应讲，相关党公职会尽公平的义务配合约谈。不过，又个积极检方调工伫侦查的尾仔，对党公职大规模约谈的动机，只是北检同时间侦查这桩政治献金案、甲经花城案，一开始互羁押的台北市议员杨晓培后礼拜特别延押期满，敢要并案终结，相关的被告敢要起诉，这拢引起关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